上好，面些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三峡嘅岛边係有同重要嘅歷史文化資產嘅城市哦。茶行卡係呀島邊同重要嘅物產之一。現在下來嘅茶米啊，經過師傅嘅製茶過程過後，食落去過後會回軟，你冇盡感。師傅呢，攞茶米入到菜底度，每本人食出嚟棒然嘅茶韻。另外啊，啲三峽嘅島邊有一個老師傅哦，佢唔是新上高，即刻就同佢做料理，做出來嘅客家菜又傳統又創新，咪變做三峽嘅島邊嘅一個傳奇人物咯。今日就聽到民族，共下來去拜訪三峽，來去看那一個老城市地圖嘅新美事，來嚟。三峽係啲台北盆地嘅西南角，三峽係山，兼有自然風貌、老人文風情。代表三峽一個西上嘅老街路，係台灣一下千萬整嘅老街，巴洛克式建築，復古講究，融合貼片嘅好老風格，啲呢頭邊嘅古樸風貌，乜嘅都有。今日我來到呢個充滿韻味嘅復古小巷，為了係要攝一米。啲三峽山當個蒸餾嘅清香哦。Hello， 嗨，李老闆嗎？對，你好。哇，我都路過下你就聞到你的茶香，好香哦。謝謝。聽說啊，你在這邊種的茶很有名呢。自從準太高世界世界出天地阿爸開始種茶做茶，有一班嘅客家血統。李太高意思堅毅嘅客家性格，堅持用自然農法做茶，後生悠悠嘅，就啲三峽一道邊嘅，做出天然嘅清香，好講究哦。看，你現在在泡的是什麼茶？哦，這個是我們家自己產的黃金白毫。哦，對，要嘅就泡好哦。可是，一般嘅泡好，我們那樣頭前不會白白的嗎？對，但是我們因為有染到紅茶的那個汁液，所以它呈現的是金黃色的，這是市場是比較少見的，因為會比較費工，成本也會比較高，而且也非常嫩芽。重點是我們泡開，你可以把泡開的茶葉拿出來，我們都是完整的。等到它乾掉之後，白毫又會現出原形，所以你還是又可以看到白毫。好神奇哦！第一把看到你們白毫哎。對。所以它是因為有染過紅茶染過，對，才會是這樣子的。因為我們紅茶在發酵過程當中，它裡面有個茶多酚，它會跟空氣中的氧氣進行酵素氧化，酵素氧化它就會產生紅色，紅色之後它就會染到白毫上面。哦，對。可是李大哥，你講那麼多哦，我第一次還沒有開始做事，就先喝成品，是可以喝看的茶嗎？可以啊，去試看看。因為太高講到動力會，我來品嘗看那張底米西很用白。你那個小杯的是聞香的，是不是？對，小杯是聞香的，我幫你拿起來，因為蠻燙的。米西比起有一些甘甘的，而且略帶一點酸味耶。對，這個很正常。哦。對。那我來品茶看看嘍。那這個感覺米西凍盤呢，它味道感覺好厚哦，而且喝下去之後，你馬上就會感覺到它的味道層次很多層這樣子。那大哥，既然這麼棒的黃金白毫烏龍，是不是可以帶我去看一下你的那個寶地，你種茶的地方？可以啊，當然可以啊。去認識一下。對，那我們走吧。好。天然嘅甘味茶香，甘嘅米絲浸入心氣，潛香味嘅源頭，原來就喺一個山崖之間。李太高講，加速種茶嘅歷史當久咧，對日本時代啲家嘅茶園附近，天初就有數嘅老插草。喺李太高嘅帶領之下，我帶隊女工準備來做一個摘茶妹。明珠，你看哦，你要採的時候注意，太嫩的先不要採，我們要採剛好的。可是用來看太嫩啦，太嫩的。我大概跟你講一下，你必須要有心，而且心必須是尖的。如果心已經開了，代表它老了。2葉的下緣這邊，我們再把它拿下來，像這樣子。也不可以採太長哦。為什麼？對，你採太長的話，沒有，它水分就會過多。我們製茶過程當中，尾調就會比較不足。對，水分太多，對製茶過程就會有阻礙。它要剛剛好這樣子。對，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。所以大哥，那我有一個問題，剛剛
除了都散档狗，刚刚你有跟我讲到，就是三峡这边呢、它的特殊的地理环境，让这个三峡茶那么有名。那到底这边的茶叶会这么好喝，是因为这边还有什么与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？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贪，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不贪？我们就是这么多。真的不贪的，你可以对就这样而已。对，因为你也没办法贪。嗯哼，对，有机农法就是你就是采虫吃剩下的。对，像这种，对啊，这个都我很正常都想说，为什么你的叶子都按用鸟哎？几乎全部都是这样子。有时候被吃，我们一开始很心痛，哇，我种了那么多都被吃掉了，甚至有时候还会亏钱，但我们还是接受了，因为其实你惯行这个农法之后，你也莫名其妙你就觉得，哎，我好像应该这么做，嘿，其实这是对的，而且是有责任在，对不对？对，泰国可能是因为某些优的管黑，除了你说这些有那个洞洞啊，而且我发现就是真的，你这个茶树很不漂亮，对，非常丑。你注意看一个东西哦，你看它这个都变形了，这个就是被绿叶蝉咬过，对，呈船形，对，它大概是0.1至0.2公分，非常小。我之前有看过。绿叶蝉它的嘴巴，是一个刺管，它会吸收嫩芽，还有芽心的那个养分来吃。对，而且它唾液有分2种，一种是凝胶状的，它凝胶状是为了要保护它的那个刺吸的那个管子。那个里面另外一个是水状的，水状就是以利它吸收里面的水分跟养分。对啊，但是它每次吃完了以后，我们茶树就会有一个防御机制会产生。那个防御机制就会散发出一些水果蜜香。啊，为什么它要散发这个香味？它要吸引有一种蜘蛛叫做跳蛛，你不知道有没有看过？小小只的，对，那个叫白斑猎蛛。是，对，它会吸引白斑猎蛛来吃绿叶蝉。对啊，但是也因为拜这个食物链所赐，我们这个芽心跟嫩芽部分，它里面就会多那个糖醇成分，就会变多。哇！所以茶叶会变得更香、更香甜。很奇妙的生物链哦，原来它散发出来的这种保护机制，是要吸引到小绿叶蝉的天敌来哦。对，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食物链。刚好我们利用这食物链，让茶叶做出来更棒。是。对，是蛮难得的，因为这种蜜香是很难得的一种茶叶。可是大哥，像你坚持了之后，这个有机的啦，有机的，是不是？如果真的撒药的地方，它就没有办法有小绿叶蝉了，对不对？几乎没有了。其实真正的自然栽种、有机农法在做茶叶的它本身的质是比较重的，是比你施放有机肥料都还要棒的。是。对，而且重点是喝了健康。原来我有黄金拍好，我意是太自然的元素，我做得老自然上上。茶將有清香甜嘅味絲，三香三面水手無污染，人工長久，一心兩葉嘅茶，我意是人工來採，當然採嘅數量當有限。李太哥講，將採嘅茶槍我變做三葉天油嘅黃金拍河，至少我有1禮拜嘅時間，還有作為10公年嘅老功夫，將做會出來喲。哇，大哥，对，你们每一天采收的量都不多，对不对？对，都非常的少。姑说因为按这么珍贵的关系，所以其实你们也是特别的珍惜它哦。对，而且这种东西得来不易，我们要尊重它。所以我们现在刚采回来茶叶，我们必须要让它萎凋。我们边铺的时候，也可以把这些比较不好的叶子也可以先去除。先通一下。对。那铺平的用意就是让它水分能够完全的蒸发掉。能够蒸发掉，而且我知道，松柏去周茶跟哈酒，然后来共豆，像这个在弄的时候啊，万一如果太分开的话，它又会太干。对。太紧好像又会太湿。对，所以说你要看一下，说我们铺着它那边空气的湿度，还有空气的流通度好不好？看到它已经完全都已经水分就有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开始加工。所以第一步这样之后，我们就要等它，对，让它萎凋完成，对，大概要12小时以上。对。所以了，看一下倒闭哦，这边就是有紧钩萎凋，我们可以拿出来这边看吗？可以。这是经过12个小时萎凋的吗？对。哇哦，像这样。今天我想到说，这个是我们的可爱的主持人，为什么这样的出了一个蓝皮给我？是这样吗？我看你，好恐怖呢！不要紧张，真的吗？又不是第一次切，对不对？好。
分都已经第一步的把它散掉，是不是？对，这基本上我们怎么分辨？就是我们看它的梗，它梗都已经软，都很软，而且好像有被抽干的感觉。有对，然后还有就是你把它拿起来黏捏，捏起来没有脆断的声音，那就是可以了。就是软的。对，因为像一般我们采回来茶叶，你轻轻这样一咚，就会有个脆的那种声音。对啊，这个没有那声音就可以了。那都亚铺来讲啊，它在制茶里面它会影响的是什么？你如果水分过多，你揉捻会容易断。对，然后还有你水分过多的话，你发酵就会不足，就不够香、不够干、不够甜。对，那都亚铺一点给它，让第一步的让它干之后，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就是要经过揉捻。李太哥利用温度本茶墙干，减少茶墙嘅水分，增加茶嘅香味，还较进一步留其脱高，为了保持一心两叶嘅完整外形。李太哥所讲，其实叫为2度嘅学费哦，将学到也门功夫。经过动多摆7、8过后，茶米嘅外形将渐渐嘅变 QQ， 个羊皮配高。黄金拍好总算完成呢，其他也研究嘅茶米料理，没有开始了。哎 ，Hello， 阿全师。哎，民族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来到三盘，也请有名的那个黄金白毫乌龙，而且有人好做料理啊呢。好啊，没问题啊。做得好。做的。那其他人好做料理等同久了。好。本名国民厂嘅阿全师，年代系高雄闽农人，上班做头路，以前在好山好水嘅产业来开创自家嘅事业，还佢用创新嘅客家口味来做挑战自我嘅料理极限，还佢希望留创新嘅客家料理推入到新嘅领域。好，阿全师拿出来一个黄金白毫乌龙啊，我讲来做位提出来嘛，该咧。哎，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就是黄金素子肉，因为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跟它的蜜香红茶味道，我们只要跟它结合在里面，把它提升上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准备的食材很特别，就是第一，我们就搭上我们客家的食材，蓝铺子，好，就树枝。客家食材你要讲客家话，好，蓝铺子，好，蓝铺子，我也得，今天。不啦，其实，在这样的一个客家的食材里面，哈，首先我们要猪肉把它抓一下，哈。拿起来肉的时候，把它就一哦，也要对不对哈？大力我们就摔它，你看好像仇人一样。你的胸脉，你胸牙不牛吗？因为今天我想到说，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可爱的主持人，为什么这样的出了一个蓝皮给我？是这样吗？是想我？你看，好，你看呢，注意看了哈，就是大概有那个力量把它摔下去。好，那你看我这样做对不对？你看，那你要问我想谁？好。你不要想我就好了。我想你。不要。好了，我们这两个人一根熊一根那，想到什么时候第一道菜都还没做出来啊？快点嘛！好，这可以了吧？还不行，因为还不行。你看为什么？它主要是因为你的肉质，它摔的时候哈，因为要摔出它的粘性，因为现在目前还都没有一个人哈。你要去多大力去摔它，要慢慢让它成为一个粘性。好，有没有？那你看那个感觉。那感觉就不一样了哈，就出来了。哦，我们摔成这样子后，我们就 OK 了。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就准备来调一些味道，好不好？对吧？阿全师点出家嘅专业功夫，個家業切到碎碎嘅身腸，然後客家人接上會拿來用嘅藍鋪子，還有麻糍切碎過後，變做用粗體吸到嘅水分，清米個家業100度嘅滾水沖茶。黃金拍好兩葉菜土，沉浸啲鹹鹹嘅茶香地度，阿全師嘅牙齒料理沒有進行到清米一鋪了。準備了豆腐衣，好來，我們剛剛我們抓的食材，把它丟進來，用到要懂毛嘅地方，丟進來，稍微抓一下，哎，按鈕，對，好，就對，捲起來，稍微壓進來一點。哎，卷起来的时候把它压进来一点，哎，把它空气把它，好，OK， 对，卷，好，哎，好，这个因为豆腐衣啊很薄，很薄，真的很薄。不是说都会周干它
我懂生意，一没注意呢，全部烂掉了。因为我已经看到我好像烂掉了。对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对哦，速度要快一点哦。用透皮老料包好，再用甜粉增加粘性，青米并入温度蒸20分钟，料出料理就算好食嘞。上早下个等一下耶，阿全师嘅天意出料理准备上场了。好，阿全师，甲天意出来我讲来做乜嘅咧？哎，我们今天来准备一条鲈鱼，这道菜的菜名叫做蒸鲜茶香蜜。我们鲈鱼，我们采用一半，我们采用尾巴。好，我们下来。头前不是哦。我们可以来煮汤啊。哦，好。好不好？我们就一鱼两吃。好。好不好？那请我们明珠先下一下刀嘛。好，你不要后悔哦。我不会，只有一条。没关系，我会来处理。好，来，记得要切断吗？要让它对，一定要切断，一刀两断。对，没有错。这里是不是好？对，好。大家不要紧张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看你，哦，好恐怖呢。不要紧张。真的吗？又不是第一次切，对不对？我切断了。我切断了。是吗？我切断了。没有啊，你看它会动。我这是切的最好的一次。真的吗？算很厉害吧？对啊，沉一点吧，这一次请帮我特来，沉一点，特写一下吧。你看，这就是功夫实力。好，该让它很好用的处理嘞。我们把鱼鳍把它剪掉，好，剪掉完之后，我们最主要还是要把里面的那只龙骨。龙骨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切完的时候，把龙骨拿起来。好，我们拿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拿把剪刀，把它剪掉。我们是要把它呈现到一个好像觉得个人是套餐。这条鱼大概有练过瑜伽哦。有。看它这样柔软度。对。顾总，你有老给你用摆盘，有一些 Q 起来。对，因为看起来会比较有感觉，视觉上会有一点立体感啊。因为我们今天呈现的也比较精致。对，呈现的是用客家食材做一些比较精致的料理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呈现上来。将黑牙出菜嘅剪法。黐黐嘅檸檬水，醋得香味，再加入阿全師自家做嘅怪鮮梅，梅將酸酸甜甜，切碎嘅梅肉浸入到菜度，拌米絲行卡有層次哦。青米就係要加入黃金拍好嘅茶，茶散發出濃濃嘅烹湯香，貴係將就算做好食了。你看它的香氣非常有層次感。这里有柠檬香，还有我们的茶叶香，有酸含甜，全部都抵度。全部都在里面。如果等一下我们下去用蒸的话，它的味道会更提升上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加进来喽。淋上去啊！哇哦，要一般的蒸的拌 Q 用，要单枪用米芥听听，而且它感觉很法式。它的味道在主要它是有紫苏梅的呈现，还有那个搭上我们茶叶香，就不一样的感觉。好。你看，现在目前我们都没有绿色的感觉，我们就是加点绿色的，增加色彩。对，增加色彩的感觉哦，不用调味落去。按用看一轮那个色幕就变到懂得，吃到够，画面变起来很七彩这样子。对，它的颜色有能够跳出来，你看有红有绿，也有黑，有那一种，就感觉颜色都非常丰富的感觉。而且颜色有跳出来。对，有把它跳出来，我们就直接把它拿去蒸了。好。张老天意出菜并落蒸锅度，阿全師要無限沏茶，準備第三出5段金拍好，老5段泡到擦擦過後，兩擺該用黐黐嘅茶槍來做主要嘅配料，油泡上茶，增加口感。細膩關嘅時並到大下，5段嘅上杯並切切嘅上茶。青米個淋上用茶做大嘅金黃色醬料，看起來當有法式料理風情哦。好，來啲上桌了。哇哦，也算係安利下晝後面是第一擺來到三峽，也特別第一次來到三峽，而且呢，第一擺感受到原來空洞亞嘅山裡面呢，有一個這麼棒的叫做黃金白蠔。郭師傅呢又編出來這麼多菜色，要讓我們來好好大快朵頤一下。不過呢，你是拿人家的茶來做，所以等一下還是李大哥來評分比較標準。好啊，沒問題。好好品嘗看看，叫他來色咯。看它的味道有沒有比較凸顯上來，它的香氣在我們的嘴巴裡跟鼻子這樣子
出来它的香气就足够的。真嘅，提还有沙拉哈伊，刚刚会咸感受到它的口感有没有？因为外面呢是豆腐衣，底度呢是你搭过嘅肉团，又有那个茶米，还有荸荠都底度。对，因为吃下去，你先觉得它的口感很多层次之外，味道也很特别。里面呢，我刚有放这个黄金白毫的茶香进去，又吃到它茶叶的香气。或者说鬼炸生豆，哎，它是用茶来解它的油腻。因为它的香气真的很特别，嗯，又搭上我们的树脂，好，南菇子，对，好，它本身搭上它的时候，它的味道就更明显，有没有吃到回甘的感觉？又吃到它的香气呈上来这样子，对，好。那李老板，你觉得呢？他这样子有没有浪费你的黄金白毫？搭配的非常的棒，而且味道非常的清爽。对，而且我第一次吃到有喉韵的食物啊。因为喉韵可能真的就这个黄金白毫茶的韵味很浓厚，以至于周围料理勾黑它还可以保留它那种厚度在里面。但是我觉得它不会冲突，这是阿全师厉害的地方，它可以把两种味道完全不冲突，而且是一起呈现出来。对，非常佩服他这个道料理。就是这个，对，没有错。应该好嘎风用啊。对，它这个其实以前是那种很辛苦的年代里面，它一届刚上有反反生豆，所以我觉得你举这道菜作为你做料理灵魂的出发点，给真经懂有推背性。吹嘞，真鲜茶香蜜。哦，你名的温度浓厚哦，来试试看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。好。哇哦！来吃豆公啊，刚才也给黄金白毫东西够好，所以为这些关于肉的料理啊，给吃起来的感觉，吃豆公它就不会这么油腻之外，你会吃到有一种食物会增加了一种厚度。对，好像是它被整个茶米啊有包起了一样，然后茶米薄淡的底度，却还有很多食材它的那个丰富跟那个不一样的口感在里面，好特别。一般是吃蒸鱼的时候，我们一般就是加那个花波剂、蓝铺子、丁甜，可是因为你加的那个雷梦，还有那些茶米东西，吃起来呢就会让你觉得哎，好新鲜的感觉。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搭配里面。你看它的茶叶的香气跟柠檬搭上来，来蒸鱼的话，它的整个的甘甜度都在我们的喉咙里面，它的香气，茶叶的香气能够突发上来，好，所以说我是觉得是说这道菜是足够让我们来开胃，因为带点柠檬酸，酸酸的。对。那这时候我想要问问看李大哥，因为就泡茶来说你是专家，可是。如果说在做料理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去研究过？就是当它转换成料理的时候，它茶的特性会改变吗？会，一般是怕被压过去或稀释。对，他是想要把它结合，而且它那个鱼肉里面居然会有茶的汁液的感觉。对，很特别，而且跟我以前吃的那种蒸鱼真的差太多了。我完全没有想到它可以把它融入在这里面。真嘅，我也很意外。我也觉得，而且阿全是要摆 TPP 人家的了之后，黑公观众朋友要来吃哦，你下一次就好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列入新菜色。OK， 好。好，三个人了，吃谁呀？给呀给嘛该啊。茶嘅料理变化多样，唔论落在出面，特片茶做嘅種，散發出捧糖香，食嚟最美感。看到自家嘅茶變化出按景致嘅料理，李太哥嘅歡喜全部表現出來。其實做蛋糕還有一出菜，沙老茶完全冇關係。不過今晡日做得有阿全師，全部意思也出料理哦。不過龚師傅，剛剛你搞俺中安斗料理都還沒有跟我講到，或是跟李老闆講到說，你用百味葵式的後做料理嘞。之前呢，我年輕的時候也是在大飯店這樣的一個在學徒，有興趣，對，那有興趣的學徒，那就是因為我為什麼對客家的料理嘛喜歡上它，就有一天我就回到就是米農，我大舅舅
的家。当我走进去厨房的时候，就是非常有一股非常的就那种的沉香的香气带上来，我就很好奇，就去看它。其实那时候年轻，我们都还不知道是什么叫做做料理这一个的，懂得做料理基本，可是深度还不够了解。那我就去看它的食材。很丰富的一个食材，里面都有很多的东西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好奇，那问我大舅妈说，她说这是我们客家非常传统的一个料理啊。那到底迄马甲米线用的菜色上到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前面这道的料理啊，就是这个。对，没有错。那迄客家风用啊。对。你这道菜给我的感觉是它的香气够，那我就开始慢慢的去寻找跟一些不一样的奇怪的。他客家的当腌制的东西，去慢慢的去探讨它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做的味道，所以说我才会就慢慢的去介入我们客家这一块。其实顾师傅就是阿全师讲的，也给客家风用啊，那都客家种地都没有做过。他这个其实以前是那种很辛苦的年代里面，就是都胎界嘎在我盘盘舌头，所以我觉得你举这道菜作为你做料理灵魂的出发点，其真经懂有推背心。它很有一个客家的代表性，这样子。对，没有错。一出传统的客家冬瓜风，本阿全师有会对推广客家美食的决心。这几年来，阿全师除了指定保留客家传统的美食，更加希望老传统客家料理重新研发，坚持用单纯的初心做茶的理太高。许多的好朋友用自家的茶做出来的精致料理，你会有哪个感动呢？我们总个来讲，三海亚岛业因为这个茶香而成为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代表特色嘛。吼，李大哥，你看了这么多代在这边做茶，跟你自家吃的南拜，就是未来的路上面，新一代你希望带向怎么样的方向？现在种茶简单，但是找不到人采茶，所以我们会不断的一直会鼓励年轻人，你不但要回乡，你回乡你还要自己动手做，不是说我今天只是有钱请人家来做就好了，你会无法了解真正茶叶的真谛，怎样才能做出好茶？就像郭大哥他以前找食材，他可以找得非常的疯，为了一个食材到处跑，那我们可以为了一株茶树一个品种，或者是一个茶苗，我们可以到处跑，为了就是说我们要种更好的品种。可是我很幸运，因为我住在三峡，本身就有庆兴甘蔗种，就是我父母亲给我的。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婆，对，她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在背后支持我，还有我3个小孩子，他们都会不辞辛劳的一直都帮我，还有帮我太太，而且从来没有喊过累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的荣耀，绝对不只属于我一个人。其实李大哥我觉得不单是你感谢你的家人而已。其实我刚才也都会跟那个你女儿他们聊，他们其实也是以你做榜样，没以为有你啊在前面带着这家庭做，更重要的是你们家更团结、更向心力这样子。那阿全师，你这敢没懂希望啊，做的有下一推你的接触，就像你现在成立我们美食协会啊，这些都是你生态懂有心的。其实协会的成立最主要是想说，让我们客家的饮食、客家的美食里面能够做到更精致化，那我们都愿意来传授给大家，能够不嫌弃的话，能够我们都会来交流。好，那我们是希望在这个协会的架构里面，对，能够继续的把它传承下来，让一些美食能够慢慢的浮上台面。其实，在客家话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说“用心撒秋船”，翻成中文呢就是“用心石头都会穿”。对，那么我觉得就像你用撒刚才在互相赞美彼此的时候一样，都看见了对方对于某一件事情，对茶也好，对料理的那种用心。而且呢，也是因为你们在这里，在三峡就是2颗这么用心的心，使得三峡呀倒闭给茶米啊，做的不单是成为三峡的特色而已，而且也是成为一个台湾的宝，台湾的光。希望你们这样子传承下去的时候，也能够让这样子的光呢，继续延续下去，不喊卡抖给你更多的人，代代都能够品尝到茶香，还有最好的茶料理。
谢谢你们，那我们就可以赶快来品尝了。一份坚持，阿全是为了推广客家美食，经常更改进，未结合的当到客家总厨师，希望做得造就出台湾客家料理的好光景。地太高层层的体味道，茶的酱，酱的滋润，追求天然老人们之间的烦恼。体悟到茶之道，2-3年的坚持，相互天数，未凑巧的根本日贵族的澎湃。茶香烟尘，芬芳团圆。李太高老阿全是2-3年，佢哋料理蛋糕嘅完美配合，本日嘅茶香唔但請留啲三麻蛋糕，未啲記憶地度天天嘅散發開來。另外呢，啲三協有一個客家美食傳奇哦。一個啲順利蛋糕無按順利嘅細妹調價，盡量嘅運用市場嘅客家料理，能夠創造出天然嘅事業咯。一下就嚟三協拜訪兩個傳奇人物，來臨。哇！大洲呢，一下就來到三協一道尾嘅傳統市場，可以看到，你看。兩下一道尾按做就動腦熱嚟哦，還有你都要道尾嘅食酒。可以聊啊。唔過呢，今天呢老太子又到一道尾嘅傳統市場一道尾嘅，2072講我等下嚟買食材，時間差唔多嘅，落去看下幾多嘛。Hello， 你好，對，我在當酒呢。陳淑敏太子，苗栗客家人，自細看到阿爸做菜，對客家料理嘅認識係對阿爸做菜嘅成長來嘅。佢也傳承過後，而每意識到世界世界嘅記憶，還有自家嘅創傷，重新過後嘅口味，點都俾人合適到當喜歡咯。今天來有的也是。中永市場哦，對，我帶你看買有機的搶出來，給我買松板肉。好，我係呢樣我啊。好，好。行啲三協嘅市場後，老人漸來漸去，平常時空地屋度嘅市民，搶啲倆時節爭出空，啲市場後來來去去，各種食材樣樣都有，天天太子來買。倆時節嘅搶菜果子，撈齊齊嘅肉，太子講齊齊嘅食材，真係好食料理嘅基本原則咯。好，素梅姐，要給你就是買進來要給我們的松板豬肉，對不對？啊，你要做出我搞來做嘛該啊？我搞客家小炒，苗栗小炒，而且因為來苗栗人，我是客家小炒。你們苗栗人哦？苗栗哦，太平人，係啊。可是客家炒肉嘅話，苗栗炒肉也沒有用到松板豬，因為客家人農上誒。人家都改良嘅啊，頭擺有些是靠着皮農，一皮嘅好食，係啊，一炒也好食。因為泡嗰種炒家會逼油，係逼油，係，這皮農啊。豬肉嘅3層肉嘅面黃嘅皮啊，特別用安尼炒，安尼這樣會小。對。可是你還用那個松板豬，也是它冇通用嘅。這個會被阿婆罵。唔會啦，哎呦，要我當上本哦，要很多松板肉。吼，那你按用太花成本哦。唔會啦，銀行是都不會懂快樂。不會，我們回饋給客人啦。真的哦。好來，要我用我切。好，好安尼吼，本上來就用機器切的啦，吼，裡面人家都上天啦，吼。哦，上天了，還是手工切會比較好吃嗎？還比較有口感，比較有口感哦。按尼切吼，恰刀，按尼去。哦，你沒有，因為刀的冇麻利吼。其實松板豬它是這種研發分布得很均勻，這樣子。對，動物食都當菜，一隻豬的，冇多兩斤，兩片，兩斤要到邊嘛，對不對？好，那這樣我來看我有沒有通過苗栗人的考驗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嗰度恰刀一切，恰刀按你恰刀啊，係啊，我聲音恰，喺冇通過冇加落講喎嚇。啊，我沒有通過的話，我就請導演剪掉。啊，死定了！等下時候再一個，這樣可以嗎？做的，哎呀，做的。因為較常用嘅，較常用嘅。好，有講冇好，答案來揭曉嘅，有通過苗栗人的考驗哦。係做得加落講咧，你做加落講吼，好在哦。
所以这个也是你无师自通自己想出来的。哎，家做年糕啊，说起来唔但像都口感蛋糕，本袂吃到讲，冻到种变化型的，老杯迄甜的，底肚又会包得香香咸咸的客家炒肉，所以做个咸甜冻更明显的。冻更明哈，真的冻我是。那还是交给大姐你来表现刀工好了。哦，像安尼吼，下面中体皮面吼，就用安尼。哦。车刀的鱼。哼。哦，车刀的鱼，你看啊，迄个冻盆啊。顺便加个纹理啊，唔免用泥纹。做嘛搞爱泥纹啊？泥纹较脆啊。哦。嘿，较脆啊。所以有较脆啊。看条纹路按讲哈，迄摆做你啊。好，那亚个葱诶也是重点，对不对？哎。葱也把它切，这我帮你切，按钮差不多。对。4公分左右。哦，种葱咧，甲断一丝咧，好，断一丝咧哈。哦，好 juicy 哦。好，跟阿娘会把它做得吗？做得。所以阿娘全部逼后洗发，我们可以落步去炒了。哎，都做得炒诶。好呀，阿梅姐吼，我来表现一个美丽的客家炒牛肉的炒，就让你来表现哦，看有什么不一样。好，来试看那里哈。因为你懂的观众朋友一定都会炒一个客家炒牛。无腔样。都得嘛无腔样，大家要看详细来哦。好，先开始表下面。别强一下，别强一下，好，别强一下啊！这嘛松板肉不用弄一边。哎，阿梅姐，可是这个松板肉总嫩呢，这我们的炒同久吼。哎，对，炒表起的平时都莫不要按多哈，这些神经膜，好，人家把它炒到太薄容易炒。因为松板出来，因为它非常的 Q 很嫩，最后炒一下给就有没有？勾起来了。哎，差不多，这不用给那个嘞，这个不用用的，用的这个不用弄一摸炒香酒，炒香酒吼，第二个用那么香的。OK。哦，啊，你不用炒油容易哦，哈。哇，亚洲米头啊，你一批豆就在底供，这就是客家的味道。啊，你这好诶。啊，不过等下洗起来都在油。虽然是仔细的食到太嘅客家炒肉，太子佢個用松板豬來推理簡單嘅3層肉。太子講松板豬肉肉質甜又唔會膩改，嫩又脆，食起來當成啊，係所有豬肉底肚口感清好嘅部分之一咯。簡單嘅炒糕，特別風格嘅客家炒肉就好食咧。不過太子做乜嘅要開始鋪夜班咯？好，大姐，你那炒出来那个客家炒肉美丽的吼，当香哈，超香的。哎，当香。跟你一样，刚才听你做，怎么还是一样这个？没，包捏板啊。包都捏板底。哎，当好是个包演习。真的吗？哎，对，哎。好。要不然你到抢两节啦，然后要一扫墓看啊，就是包那个是包捏板是。我知道啊。这样的包较多得就较香。包较多得包较多得诶。哇，包演习。这好有创意哦。哎呀，所以这个也是你无师自通自己想出来的。哎，当我是咯。哦。萝卜甜，地不咸。而且很精致哎。对。哦。好想现吃哦！其实干嘛嘞？等一下手中做 Q 啊之后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赶快把它多包几个出来。对，真的也是包到5张了，小我。原來太子到客家炒肉個變化，米做嘅捏板個包入客家炒肉，然後一系列演習嘅個後，太子點到特別嘅菜色，捏板件就好食了。另外一出用早晨就買進來嘅長菜，做嘅苦瓜鹹卵。好料上桌，好愛上嘅頭頭嘅飲來食了。阿梅姐，根本你啦，老五 Q 他都要好做料理呀，从心里面觉得好像回到家里面找妈妈，妈妈的味道。而且因为你又会美丽，他给你故事又多一分亲切感。对啊，可是啊。讲真给呢，你刚刚也在教我这一道菜的时候，我真的有吓到。大白色跟捏板啊，就顶多就是婆啊生，对，没有想到可以包起来耶。哦，当我是真嘅哦，当油面的安尼啊。好，都也倒闭当油面哦。那我今天一定要让自己来大开眼界。不过先吃原味的好不好？还是给那个苗栗小草。苗栗小草，好，来吃吃看。很香很脆哦。
棒棒糖是有辣辣糖。好是好。哇，那种生意的感觉完全不像你头白石头这种客家炒牛的那种味道有在，可是口感因为可以用琼板煮的关系，它变得很嫩，很 Q，唔好落落哈。咁用嘅用唔啱，唔知講哪裡。好，嘟嘟好，而且按用啊，头半年是客家炒牛家己就一条皮动太稳的班，对，咱们是来包啊，对，因為客家人啊，頭擺哦艱苦啊，冇乜個好食啦，用炒肉安尼啊，幫飯了2碗飯3碗飯都食。那個頭擺那種做農的時間挺辛苦噶。其實俺來之前啊，有先探談過，你是那種就是無師自通以外，而且人家跟你講要吃什麼菜，你就會隨時編出來。頭擺陣開始做傳統家吼，東街夢哦，個菜淡條用嘅時候，都俾人家講。條講要有副架卵喎，我講嚇副架卵乜個材料，我做冇人，然後都我講，而家鹹卵啊，而家副架安尼炒咗之後，我做安尼好起來。啊，人家講好食嗎？講好食，比別人炒個較好食。天才就這樣子，天才型的廚師就會創安尼。好，等一下你知道我繼續講人的故事，我先來把這個叫他做為了設個，然後本大家觀眾第一下迷思。你個牛老叫我名嘅冇咧？都年糕卷。年糕卷，跟月吼，俺媽媽吼，比如清明節卡哈，就是採收1年的分量，俺媽媽都是注意了。家做年糕啊，食起來唔但只都口感蛋糕，本會吃到講，同多種變化以外，腦杯係甜的，底肚又會包得香香鹹鹹的客家炒肉，所以做個鹹甜當港面啊。當港面吼，真係當我食咯，老人家冇啥人太好，我感到 Q。這個人家會特別強調創意的話，你要一天得到滿分。對。會，你這樣一些演習都損控啊，它就讓你，那個增加一點香氣，這樣子。懂章豆而且聽說你的年客來都要特別必點這道菜，對不對？必點。椰蛋 QQ 又有米香，冇聽到複雜嘅米絲，黏黏嘅口感，結合炒肉豐富嘅配料，使得貴州嘅都動香。苦瓜鹹卵，還卡係上富棒天，太極嘅考試，第一片菜飯地度完全表現出來，看起來當幸福嘅太極。其實沒有行過一段艱辛嘅日子哦。是說，你看阿梅姐，年代上到一日的出些可能都有客家元素在裡面。阿姆公里沙州的編發出新呢，就是給人家好像看到了傳統，但是裡面呢又找到了新的元素，這樣子。對，有個創意，對。不過阿梅姐，大概都會做料理加工廠力度，你有跟我說到，其實你這些是無師自通的。真的客人叫你做什麼菜，你就直接做，你不會害怕嗎？不會，我有自信。你做嘛？我以為那種講的愛表，可是地圖當中做迄個一個南美人那種氣概。哎呦，我擔當哦，這個吼，一個什麼人吼，讀到環境，我們把我們那個意志力把它逼發出來。我跟你講，這不同凡響的。我們客家人的什麼吼，動硬講。真緊動硬講，迄做在問題啊，你講迄獨當用蠻困難。因為我先生頭擺去做工廠，做實拍嘛，嗰種無聊，真緊了，一無所有呢。看下生意有限勢，我講幹啥？都面俺妹就俺妹啦，個人後都講，哎呀阿梅姐，你煮的菜吼還不錯。我說好。可是你一開始是都不會耶。都不會，俺同講天熱開種較好，跟然後較開種較好，我開種經驗，俺媽媽、俺姐姐、俺嫂、俺哥呀，全部很天數。跟然後全部入來較好，俺媽媽講，我用來炒。那時候我張開始較好，張板一批嘅件木嘅較好，俺冇快速爐哦。做年下嘅家庭式的棒棒滷，2張滷就炒起來。等一下，你可以想象嗎？一個完全唔會煮食的人，佢講叫開傳堂，而且開了餐廳，佢還會用棒棒滷哦，唔係用個真實的廚師的爐仔出來。你那時候真的炒出來的菜能吃嗎？那時候客人哦，還是說我的炒的菜又快又準又確，真的，我跟你講，看個做歐弄個菜好食。真嘅，真嘅哦。不過一開始，很多年哈，你這樣做了幾年了？是半年。
18年嘞。你个青春全部都伫遐头诶。什么对什么的时间做对，42岁啦，42岁做对，还就42岁啦，系啊，对啊。然后我阿讲，唔要做到大岁啦，讲做到唔要天堂。哎呀，就客家硬强的精神，一天都拿出来。今年会做同区吗？唔会哦。人呐，要惜福，爱要做就代表爱身体好，我很有福气。行多啲啊下来，可能阿美姐，当然经过同多事情，不一定系3两几发就讲会过去。不过对你食到人家料理的人，可能就会食到讲，形式嘞，感觉你是一个很活泼的、很健谈的厨师。不过其实那个料理背后有同多系你过去头摆那种。你自己的生命的故事，就像那条标蛋糕，哇！看到同多年还有上世界的相片呢，我想到一个小孩子也做得做到。特别做小孩子当好命，真嘅当好命，乜嘅都唔会做。结果嫁老公自然而然哈，尤其哈，有了孩子，尤其还有了孩子哈，面对家庭，面对小孩子，所以说我生意失败的时候，然后激发我的潜能，把我的潜能激发出来。对呀、我就创出一片天。此行嘅什么人请讲，行出大潮，坚持信念，太子用其丰富嘅生命力，开创咗其专有嘅新气象。列下啲眼面頭前，係一個當獎當幸福嘅什麼人，後上世界嘅光彩，頭擺家鄉嘅景致，別項湖拍相片，係記錄。咪係留歲月至今，留下嘅係太子對生命嘅體驗，留講驗留本佢嘅智慧結晶。禮拜天天茶鄉來到三峽一嘅文化有疏爽嘅老城市地度，我看到嘅李太哥聽聽事件嘅變化，老天梯圖書，啲阿全是嘅料理地度，食到嘅唔單止係料理哦。還卡係沉入到深度空嘅創意，還有情感。那我呀，陳太子為了客家人權欠有堅毅嘅精神，融入到客家菜地度，本人食到嘅小暖老感通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晝好明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了，拜拜。